位兄弟平安，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大家来串联早起要唱的歌。头一首是543首，543首。来，哎呦，主的宽心，多快修。爱出那家，我出，讲尽我的本分，阿神。拄啊，介先弄出第一节的诗歌的款吼，不要紧，咱这条歌真熟吼，过来唱第二条歌。570首，570首。来吟第一节，主上帝，我经过桥畔。帮赞我，恩待保护所在，扶持我，世上海险那阵风我，这必先就达是福气，来安稳照顾，愿保护。请咱闭眼心。
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棺材，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写。咱犹原徛来用主祷文来做咱的信用告别。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传入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启用27篇就诗篇113篇吼。我来启，请大家来用吼。都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阵来提拔算册人，互因甲贵族摆做伙。以后也未生富人人有大家庭，就称赞上主。咱做伙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你是阮一切福分的源头，你掌管阮的生命，你会指示阮生命道路。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身边，阮有永远的福乐。阮感谢你，阮称赞你，阮
带阮。伫新的一年，带领台湾巴基基人教会向前迈进，引带一地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今日也是国际基甸会奉献主日，由此带领有超过200个国际基甸会伫末世的世界中，伫世界各国来敬赏圣经，来抢救灵魂。我呢，感谢基督拢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迄个赞美吼，请。
来共读今日圣经吼，记载伫新约哥罗西书1章23节。恁得坚持信用，坚固徛在，互恁听到福音的是所得的望无动摇。这个福音已经传互天下所有一切被造物。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雏形。下面咱今日是因为国家纪念日，我简单介绍今日讲完了。咱第一兄弟吼，伊是迄个咱捌去，咱长老捌去迄个屏东的繁华教会吼。以前伫遐，即摆刷去伫屏东的迄个盐埔教会啦吼。伊也是阮国际纪念会的迄个财务理事吼。我简单介绍咱教会内底的纪念会员吼。我啦吼，甲阮太太可能啦吼，过来就是苏建安长老甲长老娘林叶丽啦吼，丽静长老，苏庆良长老，甲迄个秀莲姐啦吼，张志峰执事啦吼，甲信坚姐，杨胜全弟兄，甲迄个詹丽卿，迄个姊妹吼，来就是迄个柯正忠吼兄弟甲梁雅芬姊妹吼，搁一个就是淡水社吼，太太吼，就是淡水社的吼，杨彩珍啦吼，今日有3位迄个阮纪念会员吼，有2个，一个是陈正彦弟兄，甲因太太罗成江，个是林世碧吼，咱拢欢迎因啦吼。好，咱今日迄个咱的陈正彦弟兄，伊有足好的迄个伊的个人见证吼，伊的题目是根基稳定吼，坚定不移。好，咱时间到。牧师，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咱的上帝欢喜祝福来到伊的面前寻求伊的人。咱甲隔壁的人讲，今仔日上帝要祝福你。伫美国有一个笑话安尼讲，有一对教会表扬一对结婚50年拢毋捌冤家的翁仔某。这个表扬结束的时，楼骹的记者9岁的陈正彦曾经是月入1000万的赌博电玩大亨，在一次和黑道的火拼中，他身中10多刀，缝了300-400针，差点没命。但他还是不怕，沉浸在住豪宅、开名车的虚荣中。
直到吸食海洛因被判刑3年1个月，生命才开始转变。行动受到限制，反而让自己有更多的思考的空间。因为抄写圣经，认识了耶稣，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出狱之后，陈正彦戒掉8年毒瘾，回到屏东跟大哥一起做起中古车生意。一开始生意惨淡，1辆车都卖不出去。没想到1年多之后，高屏大桥突然断裂，民众改走他车行前的外环道路，车潮意外带来前潮。在我回头以后，着重的就是自己赚钱以外，是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废汽车回收拆卸了以后，让所有的零件、所有的原物料都能够再次的回收、再利用，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陈正彦现在不只是废车回收和太阳能发电2家执掌，还变身反毒志工，跑遍监狱学校，帮助弱势就业就学，成了学生口中的浪子董事长。挥别过去，他勇敢让生命转弯，而接下来他要继续往前，迈向康庄大道。记者周慕汉、郑怡轩、王玉成，屏东报道。愿应邀归有上帝吼。煞接要问大家一个较严肃的问题吼，恁感觉本人较缘投电视顶悬的这个较缘投？阮拢缘投啦吼，这是6年前的新闻的影片吼。感谢上帝，24年前我伫高雄的第2感觉，伫迄个感觉内底我无感觉家己有罪，我感觉我也无偷也无抢用开家己的钱买毒品伤害我家己的身体，迄有即个政府判3年1个月，关伫迄个感觉内底，我感觉我真冤枉。总是入去伫迄个下房一段时间了后，我才发觉讲，伫迄个下房内底的人，逐个人拢感觉伊是冤枉的吼，无人感觉家己是歹人，所以有人讲。你若要找罪人，要找歹人，爱去对找，爱来教会找吼。若要找好人，爱去对找，伊感觉内底找吼。无人感觉家己有罪吼。总是伫迄个感觉内底，因为每工做共款的代志吼。每一个时间点做共款的代志，看到的拢是共款的人。所以有一天我伫迄个。感觉内底找来一本圣经，开始逐工500字在抄写这本圣经。抄写这本圣经有2个原因，第一是消遣时间，因为伫迄个真长的时间内底，你要有一个物件吸引你的注意力。第二是我的内心对人生有真侪的问号。我感觉为什么咱会来到这个世界？以后要去对？真正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真正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我所食的毒品，这个海洛因吼，就是为罂粟花内底提炼的吼。为什么我食这个创造物了后，会去关于这个感觉内底？我的内心有真侪问号，就安尼，逐工开始500字的抄写这本圣经，到上帝的话开始吸引我，开始。抛开我心内的结，我会当重新的看见到家己的罪，看见到家己的软弱。伫迄个圣经内底安尼讲，耶稣讲，伊讲恁若常常学习我的道，就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门徒。恁的确要明白真理，然后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这话拢吸引着我的心。伫迄个感觉内底。我虽然行动受到这个感觉的限制，总是我的想法内底无受到限制。我的想法内底也有真侪想要食毒品的意念。我知影，亲像我这款的人，可能一世人会伫毒品甲感觉内底不断的循环，不断的进出。我需要找到解决我人生的问题的答案。所以最后，我伫迄个感觉内底接受耶稣基督，成做我的救主。伫感觉受洗时，我会记得
我向上帝求，我甲上帝祈祷，我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这世人无搁再因为毒品的案件倒来这个监狱内底。感谢上帝当我受洗的过一年我就因为表现好来得到提报假释。那在听候假释透放的迄段时间这个监狱内底这个有经验的这个老大哥，伊就甲我交代，伊讲阿干那你爱记哩，你若叫着假释的时你的碗碟爱炸倒。我讲大的这塑胶的这炸倒要做纪念品哦，留互恁用就好啊。我炸倒要创啊？伊讲无哦，你若无炸倒，这代志大条。我讲安怎大条？伊讲后壁的人若在食饭的时，佮用你的碗碟佮甲你锵，你赶紧就佮杀倒来。哦，迄册顶悬有写你的名4497，陈正燕拢爱贴起来。若无后壁的人若在读册，你的名佮甲你念一个，你那赶紧就佮杀倒来。伫监狱内底有真侪即款的欠损有真侪即款的潜规则迄个时阵的我唔知影，感觉讲真惊真惊伊讲真正会搁复救倒来总是经过几啊冬了后，我较发觉毋是碗碟的问题嘛毋是册顶悬有写我的名的问题是因为人的心无改变，人的心无改变。总是做同款的代志，然后期待结果会当无同款。做同款的代志，结果会无同无？结果袂无同唯有改变咱的内心，改变咱的行为，改变咱的习惯，结果才会对改变。所以圣经内底安尼讲，伊讲恁毋茫学习这个世界，爱心意更新佮变换。去查验什么会是上帝善良美好的心意。当咱学习改变的时，你就会经历到对伫上帝来的更新。感谢上帝，1997年的5月7日，我得到假释，离开迄个监狱。倒去到伫厝里，我真欢喜，看见到我的太太，看见到我的囝。我18岁就结婚。我18岁时，我就拥有我想要爱的一切。我开一台免如32控的，我逐个月有几60万的收入。我感觉我会当做我家己的主人。总是当我倒去到伫厝里，我徛伫我的房间门口，看到我的太太，看到我的囝，我真欢喜的叫我的囝。我讲汉林，什么人倒来？我的囝翻头甲我看一下，头毛搁摇一下，搁想一下。叫我阿伯，咱的上帝足幽默时常伫咱的人生内底留下一些注脚互咱当咱回想的时，你会看见到上帝恩典伫迄个所在上帝用我的囝叫我阿伯来提醒我，我无真厉害，我无真牛我的囝毋捌我。出国了后，我开始加入教会，伫屏东的盐埔长老教会伫遐聚会。甲牧师继续查考这本圣经，逐礼拜的聚会祈祷，就安尼上帝开始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一点一滴的改变我。后来我搁受调去做兵，去完成这个做兵的服务。我做兵的时，我逐工就想要当兵。因为过去的我无受约束惯势迄到军营迄个生活真痛苦。我逐工都甲上帝讲，上帝我站袂牢，我要当兵但是当我回头搁再看的时，就看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先甲我掠入去监狱内底关我做兵真痛苦，我就毋敢当兵，因为我知影走袂去会搁走回监狱去所以真痛苦嘛，毋敢当兵尾手完成这个兵期了后退伍3个月，有一天我的牧师甲我讲，伊讲阿干你毋通搁再做赌博店员，你趁迄个钱上帝袂欢喜我感觉我的牧师真勇敢，因为过去我伫监狱内底的时，我伫军营伫服务的时，我的赌博店员拢还搁伫外口伫替我趁钱迄个时阵牧师甲我讲，叫我毋通搁再趁即款上帝袂欢喜的钱我感觉伊敢若真惊，
上帝无欢喜，伊开始无惊我无欢喜啊。总是牧师的提醒啊，真重要。我去思考我的人生，我要军队这个世界，也是要军队耶稣基督。最后，我通过祈祷了后选择放弃赌博电玩。当我放弃赌博电玩的时，我的落地也剩人格啊。不过我的心内却有真正的平安。因为兄弟姊妹，安尼是有钱较好，也有平安较好。啊，应该是有钱搁有平安上好啊。圣经上帝话安尼讲，伊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互人富足，并无加上忧虑。吼，上帝所祝的福，互人富足，无加上忧虑。咱的上帝是富足丰盛的上帝。咱看见着亚伯拉罕，看见着以撒，看见着雅各，拢看见着因当时是受上帝祝福的人。今仔日同款，上帝要祝福咱，要祝福咱在座的每一个人。要互咱脱离遐个罪恶的捆绑，要互咱经历伫即个生命内底的丰盛。当咱学习会晓顺服的时，就要开始得到上帝的祝福。当我决定放弃赌博电玩的第2礼拜，亲像拄安尼的新闻就报上，伫屏东发生2边的人小拼有的人开枪有的人举刀安尼迄个警察抓真侪人去。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我的心就颤一下，吼因为其中的一边的人就是我的股东我若无伫2礼拜前，我完全的放弃将遐个赌博电玩拢互伊我就会参与伫迄届的代志内底我的股东迄种判7档，我会加重判刑，因为我抑搁伫假释内底。佮兼爱先撤销假释所以呢，加算的，差不多最近拄出狱感谢上帝，当咱学习顺服的时，就是咱的人生开始蒙福的时阵今仔日咱分享的圣经是国际基甸会今年全世界的主题是根基稳固坚定无摇掣根基稳固坚定无摇掣哥罗西书1章23節国语本安尼讲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与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感谢上帝这是今年国际基甸会伫全世界的异象。伫3年前，我去到伫咱高雄的中山长老教会来做基甸会主日的分享伫迄个时阵，有一个姊妹坐伫即个咱的椅仔的第1排伊摕一本基甸会的圣经真用心的伫遐专注的伫听我的分享当我分享煞聚会煞的时落去到伫下底，伊甲我讲，伊是看基甸会圣经来到即个教会，我就感觉真疑问因为基甸会毋是教会，基甸会圣经嘛无写中山长老教会我就请伊留落来，甲伊做伙分享问看伊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原来伊伫拜5伊甲伊的丈夫签离婚的协议书签下离婚的协议书了后，伊就放了2个囡仔，放了伊的家庭，骑奥多麦对伫屏东来到伫高雄选择住伫高雄中正路的一个杰斯旅店2天的时间，伊就骑奥多麦伫高雄市遐热踅到拜6的暗时，伊伫迄个饭店内底，伊伫遐流目屎，真痛苦，想到伊的人生。伊19岁的时就得到癌症，后来这个癌症得到医治医治了后，伊的老母就鼓励伊紧结婚，惊伊以后袂生，所以伊就熟悉伊的丈夫了后，就真紧甲伊的丈夫结婚伊的丈夫本来有一寡存款。了后，佮伊的朋友骗去投资所以遐钱拢了去
因两个囝本来真乖巧、真古锥，尾后他检查出来，发觉到伊个囝有迄个妥瑞氏症的症头吼，妥瑞氏症就是脑部的一个不自主的放电吼，会讲吵，会讲叫吼，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伊家己的行为种种这的苦难，互伊想着讲伊的人生无啥物款的愿望。伫迄个时阵，伊伫饭店内底有真侪的想法在试探伊总是同款伫迄个时阵，伊看到伫迄个饭店内底有一本圣经，伊就拍开迄本圣经。当伊拍开圣经的时，拄啊看到彼得前书第3章，伊就流目屎，甲迄个章节读完。彼得前书第3章在讲，恁做丈夫的，就爱听恁的某囝；恁做某囝的，就爱顺服你的丈夫。伊流目屎，甲这个圣经节读完的时，伊家己伫伊的心内做一个祈祷，伊讲：上帝啊，赦免我毋是一个顺服的太太。当伊做完安尼简单的祈祷的时，伊的手机忽然间叮一声，这个赖送一个讯息入来，原来是伊的丈夫传一个讯息来，伊讲希望伊会当倒去，希望因两个人会当重新开始。哇！伊就感觉讲，哦，这个上帝较会遮尔奇妙。哇！这个上帝较会遮尔奇妙。伊敢若祈祷完尔，伊的丈夫就因两个，伊的丈夫就改变心意。哇！伊就想讲，明仔载过来教会看卖啊，这个上帝是偌尔奇妙的上帝。所以伫隔工的透早，伊就上网去查原来知影基甸会毋是教会，基甸会是教会伸出去一支宣教的手骨。通过伫线顶伊了解到讲今仔日拄伫高雄的中山长老教会有基甸会的见证，所以伊就坐客运车去到中山长老教会。当我甲伊分享，听到伊讲到伊的囝这个妥瑞氏症的症头的时，我的心内圣神予我一句话甲回应，我甲讲，我讲这个病无得到死。是要互你看到上帝的囝的荣耀。哇！听到这句话了后，伊就得到透放。伊的心内真侪的自责真侪的疑问，因为上帝的话就得到透放。了后，伊就讲伊要倒去迄个下晡伊就行李款款的倒去到伫伊的厝里。伊的丈夫是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有特异功能。伊会当知影甲人做伙的时，会当知影你的过去，知影你的未来。总是伊无法度改变啥物伊一直嘛为着这个特异功能感觉真困扰伊倒去了后，伊的先生就感应到讲伊的心内，伊的内底的灵无共款，就问伊发生啥物代志。伊就甲这段的过程甲伊的丈夫讲，了后邀请伊的丈夫做伙伫圣经的后壁伫基甸会圣经的后壁做伙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伊的救主。感谢上帝，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伫饭店内底一本的圣经，就得到改变，重新的和好，翁仔某重新的开始。2礼拜后，伊搁再带这2个囡仔去到病院做检查的时，迄个医生检查了后，感觉真讶异。我感觉这个囡仔的这个妥瑞氏症的症状几乎不见伊就问伊讲恁是发生什么代志？恁是为这个囡仔做什么代志？因的心内真清楚的知影是上帝伫因的家庭做奇妙的工，愿荣耀归乎上帝。感谢上帝伫半年前我搁再去潮州的店甲探访的时，伊的先生甲我分享。讲伊即马逐工拢用半点钟的时间来陪伊的2个细囝读圣经一个改变是伫刹那内底尔。咱唔知影啥物款人会当得到这款的救赎，总是咱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分送出去，互更较侪人会当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改变，来得到帮助。基甸会伫学校来赠送圣经，通过伫学校把这个圣经送予这个学生，伫因的人生这个价值观思想在建立的时，互因有机会会当认捌耶稣基督。
我相信嘛有真侪人因为摕到圣经来信主吼。我是基甸会训练出来的讲员。过去的10几年来，我去过超过500间的学校来分享演讲，来赠送圣经。总是我毋是一开始就会晓分享，一开始就会当徛伫讲台顶吼。我会记得我第一届徛伫讲台顶，敢若讲3句话，敢若讲3句话吼，是教会青年团契吼。讲3句话了后，头壳就一片空白吼。毋知要搁再讲啥话吼，准备的拢袂记得了安尼吼。敢若徛伫遐，一个面仔红讲讲。尾啊牧师出来解围啊吼，讲咱今仔日陈执事吼较紧张准备无好势，咱后届还搁来邀请吼。我心内是讲哇，感谢上帝吼。倒伊的时感觉足见笑，感觉足歹势吼。是讲我若无接即个邀请，就无代志啊吼。有当时咱的服侍，若拄着挫折的时，咱就会想讲，以后我若莫做即个，就无代志啊吼。当时上帝对咱的期待是，咱爱去超越咱的失败，咱爱去超越咱的拄到的困难的难关，经过搁一段时间了后，我又搁受鼓励，搁再徛上讲台吼，是一个学校的演讲，有400几个学生，我实在演讲的进前暝就困袂好势吼，要演讲的进前胃就开始揪筋吼。非常的紧张啊！吼，我到迄到伫迄个学校徛上讲台的时，我甲遐学生分享，我讲各位同学不要紧张因为现在讲员比你们还要紧张吼这是我第一场的分享演讲就安尼开始一场搁再一场吼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伫学校要演讲无遐容易吼。总是基甸会员无放弃，无法度伫学校演讲送圣经，嘛也会徛伫校门口来分送圣经，互遮个学生。有真侪人就因为即本的圣经来得到改变吼。感谢上帝，基甸会嘛伫部队内底赠送圣经吼。上帝是一个真奇妙的上帝。过去我做兵的时，我实在过去的我实在。鬼点子足济啊！吼，我为着要得票做兵，我开100万去开医生证明吼，来得票迄个兵役吼，到尾也是过去做兵吼，你就知影我过去的偌歹安尼就对吼，就是上帝拢要用咱的软弱来成做别人的刚强吼。10几年后，上帝派我搁再倒去到部队，甲遮阿兵哥分享。叫因爱好好做兵，毋通当兵吼。有当时咱毋知影咱的人生的遭遇，为什么你会拄到这个代志？为什么你无法度受到这个代志？你感觉真委屈你毋知影上帝的作为是啥？总是真侪时阵，咱毋免问为什么，因为咱知影上帝在带咱，无论好歹，上帝拢带咱经过。有一天，咱的软弱、咱的委屈，要成做别人的帮衬，要成做别人的快乐、别人的崇拜。基甸会嘛伫病院底赠送圣经，通过病院迄到伫病院送圣经互护士，是伫迄个病院的布告栏的所在来放置圣经安尼吼。另外就是通过基甸会会员亲手的赠送吼。有一当，我的姑丈住院吼，伊做铁工，为楼梯顶悬摔落来，摔断伊的骹骨，住伫高雄的义大医院吼。我这个姑丈甲我的阿姑吼，拢是同机吼，两个翁仔某拢是同机吼，自然拢拜神明真济安尼。我去到伫病院要甲探访的时，当我咧停车，我就为我的车顶。我摕一本圣经扎伫我的落地内底。当我咧做这个动作的上时，我的心内有声音甲我讲，伊讲送圣经互当机敢有效？咱知影，兄弟姊妹，咱知影，咱毋是敢若会听到上帝的声，听到主的声，是个时阵魔鬼嘛，常常在甲咱讲话吼。总是我顺服，我做一个基甸会员送圣经的
这个传福音的积分吼，我就揸着我的圣经往迄个病院行吼。沿路咱咧行，咱咧想讲，等下我要怎教我的姑丈来讲要送伊圣经的代志吼，嘛准备心要面对伊的拒绝啦吼。咱送圣经互人，咱共传福音吼，无大家接受吼，10个吼差不多是9个拒绝的吼，差不多1个接受尔吼。所以你若共传福音互拒绝吼，毋免伤心啦吼，毋免艰苦吼，因为迄是正常的吼。接受的迄个是无正常的吼。我记得到伫病床的时吼，我就甲我的姑丈讲吼，我讲会倒伫眠床顶，我的阿姑坐伫边我就甲讲，姑丈啊，你即马倒伫遮咧住院吼，你无法度袂当做啥吼，袂当做啥，我送你一本圣经，互你用网看好啊，毋好？准备咧等伊拒绝也是接受安尼吼。无想到我讲，伊甲我讲，好哦，我拄仔含恁阿姑咧参详讲，无来改信耶稣好啊。我讲你讲真诶，讲假？伊讲真诶啊，我拄仔你还袂入来进前，拄仔含恁阿姑咧参详呢，拜这神明，拜甲也无平安。好不容易有一个工课，就互我摔断骹骨安尼吼。原来伊所侍奉的神明，伊若无去做伊吩咐的代志，迄个神明就会甲创治，会互伊无工课，互伊无法度去做啥物款的代志安尼。感谢上帝，传福音也毋捌一届拄着，一届就讲好的安尼吼。过来要安怎？过来要安怎？过来爱带伊做决志的祈祷吼。爱带伊带人，咱带人信主，爱带伊做决志的祈祷吼。你讲我毋是牧师，也毋是传道，敢会使安尼做？会使吼。真简单，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传福音的即个职责啊吼。即个决志的祈祷真简单吼，大家嘛会当对我来讲吼。亲爱的主耶稣，我要为罪悔改，愿你进入我的心。做我一生的救主，安尼就是决志的祈祷啊！吼当人做安尼决志的祈祷的时，伊的灵就改变吼，伊就甲上帝连线吼，就对迄个黑暗的国度迁徙到听见的国度吼。隔天我搁再邀请我的牧师去病院甲伊探访。当伊还未离开病院的时，阮的教会就去到伊的厝，甲遐个偶像除掉吼，甲遐个拜拜的物件拢摕掉。即马我的姑丈甲我即个表弟吼，拢伫教会内底真稳定的咧聚会。总是我的阿姑还搁咧精进吼，伊若去到教会吼，即个就腹肚疼、头壳疼安尼吼，心心软弱吼。所以继续为伊祈祷。传福音毋通预设立场吼。咱毋通想讲即个信，迄个袂信吼。负责团是咱的责任吼。人会当相信无是上帝的工课吼，是上帝的工课。哥罗西书是乡村的环境就亲像咱即马台湾共款吼。是一个有真济偶像崇拜的环境吼。迄个时阵的哥罗西教会要安怎徛起伫迄个环境内底，甲咱真共款吼。咱今仔日嘛共款，咱出去到地看见着满城真济的庙宇寺坛。总是咱要安怎会当坚定的徛条，来我靠上帝最美好的见证。当我出家的时，我的阿嬷问我。伊讲阿干啊，你落教，别个若送要替我捧斗。我阿嬷知影我伫监狱内底受洗的时，伊安尼甲我问，我讲阿嬷无你含我做伙来信耶稣。伊讲戆孙，我较有可能甲你信耶稣。阿嬷从少年就食菜吼，较有可能甲你信耶稣。即个的对话就到遮，我开始为着我的阿嬷祈祷，教会兄弟姊妹嘛为着伊祈祷。几年后。阮咧做家庭礼拜，伊就入去伊的房间。搁在几年后，阮咧做家庭礼拜，伊会坐伫门口，头壳调工活到位边仔伊，但是听看卖恁咧讲啥。搁在几年后，有一天，伊去到伊归伊的寺庙，甲迄个师傅讲，伊讲师傅啊，
我若100年的时，麻烦你来我的厝替我办法会。阮遐个孙拢信耶稣，因袂替我办。耶稣甲讲，你的厝若信耶稣拜上帝，你着爱来服侍者，阮才会当替你办。耶稣上帝较大，咱袂当去遐办。伊的心内就有一个影，伊讲若有较大，应该着爱来拜较大较对吼。佮佮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伊就摕水果去到阮庄头的大庙，去甲迄个神明讲，伊讲无物神明啊，我即抓来甲你拜吼，拍算是上尾抓，我想要含我的孙仔来信耶稣吼，伊甲迄个神明烧死，伊毋免看日子纸，就知影今仔日初一，今仔日15吼，非常的敬虔，总是去甲迄个神明烧死了倒来吼，拢袂记你初一，袂记你15，佮再来我就甲接到教会去吼，了后我的阿嬷84岁，我的阿公82岁，我的老母60岁，做伙伫教会内底受洗，成做上帝的囝儿。感谢上帝，咱甲隔壁来讲，爱甲咱厝邻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头前。如果你今仔日敢若家己坐伫遮，你爱继续为着你厝邻的人祈祷。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耶稣讲，恁祈求就要得到，找找要找到，敲门就为恁开门。咱的上帝是一个听祈祷的上帝。当咱继续的求上帝的做工，伫迄个所信的道顶悬恒心吼，根基稳固，坚定无摇错，无得教方引动失去福音的愿望。你安怎知影根基有稳固无？你安怎知影根基有稳固无？我最近暝，阮伫住伫埔里吼，因为基电会李干事伫遐开会半暝地动吼总是我住伫迄个民宿内底吼我知影地动，但是我的心内真有平安，因为我看见迄个条足大支的吼，迄个民宿的主人是家己咧起厝的吼，所以伊迄是921了后起的，所以起甲特别的坚固吼。要知影根基有稳当无，就是爱摇看觅吼弟兄姊妹，咱的信仰毋是干那伫礼拜堂内底，咱的信仰伫你的生活内底，伫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代志内底，拢是伫实践你的信仰。有当时咱经历真侪的风影，经历真侪的攻击，真侪的摇错，拢是伫坚固咱根基，要互咱的根基搁较坚固。咱看见到今仔日蒙恩得救的人所处的环境，甲过去耶稣的时代嘛真共款，真侪人有真丰盛的祝福，有世间逐项的物，总是欠缺福音的愿望，也欠一项代志。这个人，即马咱台湾，咱看见到咱台湾也好看见到这个世界的人也好。真侪物质的生活拢真富裕，总是也欠一件代志，就是永远活的愿望。我因为读册的关系，我的身躯边有真侪的遮的朋友，拢真有钱，因为钱会当讲一世人开袂完。当时我咧和因开讲的时，我讲恁还阁欠一项，因讲欠倒一项，欠一张天国的门票。我讲哈物？即马来信耶稣有优惠，送一张天国的门票。伊讲信耶稣有得优惠的，我讲有，骹手爱紧啦吼。这是圣经互咱的应允。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当去到爸的厝。既然嘴认承认心内相信的，就要得到去。这就是天国的门票。弟兄姊妹，咱有安尼即款的愿望。爱知影咱的愿望，就是福音的愿望。上帝祝福咱伫今生今世有富足的生活，总是咱毋通袂记哩。咱永远的愿望就是福音的愿望，是袂当拉散、袂当误会吼，嘛袂衰残的，是咱存伫天顶的基业，互咱做伙会当去领人来归主的即款的目标。
嘛爱会记你讲，即个5梦是为着所有的人预备的。今仔日你会坐伫遮，毋是因为你较优秀，我会伫遮，毋是我较杰出，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咱，拣选咱会当入去伫伊的国度内底。上帝欢喜济济人得救。圣经讲，上帝欢喜济济人得救，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咱爱去传，把这个福音传予咱周遭的人，咱身躯边会当拄着的人，你到菜市仔会当拄着的人，你上班会当拄着的人，把这个福音来传予伊。因为这个福音是为着所有的人来预备的。基甸会伫全世界202个国家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把写圣经、把上帝的话、把福音送予这个也未得认捌上帝的百姓。基甸会嘛伫监狱内底做分享送圣经来予这个受关监的人。咱知影人关伫迄个监狱内底是袂变好的，小偷会变大偷，伊内底学习更较厉害的犯罪技术。如果无有真理的引带，这人是袂改变。感谢上帝，24年前听我伫监狱内底祈祷毋过嘛是搁互我倒去监狱内底吼，总是搁再倒去监狱是为伊的名做见证毋免搁互烫甲光光，搁看尻川有一年我去到伫台东的东城监狱。当我徛去台仔顶的时，楼骹一个台骹有一个兄弟，伊看到我，伊头总冲落来，歹势甲我看，我伫遐想看这个什么人，原来较早甲我关共房的一个老大哥，你知影伫监狱内底信耶稣是少数吼，这个老大哥真勇向阵我少年真食毒真瘦真细汉，有一天伊就掠我，甲我用伊的手棍顶我的胸坎，顶伫迄个壁咧，顶我袂当喘气，面红公公安尼，甲我问讲耶稣较厉害妈祖较厉害，耶稣较厉害妈祖较厉害。你看咱的上帝足幽默的10几年后我搁再倒去伫监狱内底，我徛伫台仔顶，伊坐伫台仔骹，头壳拢歹势甲我看演讲结束，我就去台仔骹甲下面开讲。问看伊耶稣较厉害，也妈祖较厉害，有啦，开玩笑原来伊个倒去到伫监狱有2、3抓，真侪人搞错方向比了毋对伊，你比看耶稣较厉害，也妈祖较厉害，应该是比看耶稣较听你，也妈祖较听你比看买对一个神较听你是较重要耶稣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计划，3天后，搁我来显明伊救赎的恩典。你兄弟姊妹，耶稣只有耶稣甘愿为咱死伫十字架顶，伫咱抑搁做罪人的时，就怜悯咱，就为咱的罪受刑罚。唯有耶稣，耶稣听咱甲咱隔壁来讲，耶稣听你上介重要。咱看见着，因为伫监狱内底赠送圣经帮助真侪这个更生人的回头伫迄个监狱内底受洗出监了后，开始行伫福音的道路顶端，总是也会搁再继续伫这个工课内底这是2年前我去到伫总统府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阮创业协会的甲总统的一个交流这个聚会无我讲话的时间我是副总会长但是我揸一本圣经放伫我的西装内底，我甲上帝祈祷，我讲主互我有机会会当甲这本圣经送予咱的小英总统当聚会开始的时，总统讲完话阮的总会长讲完话时，忽然间伊叫我的名伊讲咱请来对屏东来的陈正燕副总会长来甲总统报告一下太阳能的工作我是咧做太阳能发电的这个工作我的总会长叫我起来报告，但是我的心内知影讲这是圣神在予我机会所以我起来报告完了后
我就甲总统讲，我今仔日特别找一本圣经要来送你，会使无？伊点头讲会使。我才为后壁的所在行到头前，甲圣经送互伊。我甲圣经送互伊的时，我甲讲，我讲24年前我伫高雄的第二感觉，因为抄写这本圣经改变我的人生。今仔日较有机会会当伫遮甲你见面，感谢上帝。因为兄弟姊妹要甲圣经，互人要传福音，互人不管你有介意伊无啊吼有的人介意小因，有的人无介意小因，总是这甲福音无关系啊不管国民党、民进党，上帝拢听这个人，咱拢要甲福音来传互伊。感谢上帝，摕到圣经的人会变好运啦这是大选进前大选进前所以咱甲圣经送互小英总统伊过年就得到这个大选的胜利啦甲隔壁来讲迎捌耶稣的好运迎捌耶稣的好运而且这个好运是要互你千百代的好运啦互咱做伙来做这福音的执事。来传扬上帝的名传扬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嘛要请咱兄弟姊妹来为着基甸会这个工作来祈祷，因为咱知影，咱所征战的毋是甲属血气的在征战，是甲天顶掌权的恶者在征战当咧传福音的时，你会真清楚的感受到这款属灵的征战的压力总是当咱祈祷的时，上帝就做工。有一当，阮去到一个九叉国中去拜访这个学校校长希望会当去上圣经，演讲上圣经。这个校长讲，恁若要讲耶稣，就忙来阮倒来为着这个学校祈祷。过当这个九叉国中的校长就调走啦换一个新的校长咱搁再拜访的是，迄个新的校长就接受所以咱的神是听祈祷的上帝伫有一个差正国中阮去演讲要上圣经主任讲袂当分圣经，后面咱搁祈祷校长讲好，校长互阮送即马演讲煞的时，这个主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伊咧摕圣经行来到头前，讲各位同学，现在刚才发下去的圣经要收回来。麻烦老师帮忙收一下。阮想讲真惨还没搁祈祷哎呦，那学生听着主任要收圣经尔，总甲圣经扎落去落地内底。迄讲1000个咱送900几个学生出去当咱祈祷的时，上帝就改变。台南有一个后叉国中，我去演讲演讲完圣经拢本落呀。我看迄个主任搁摕圣经行来到台前的时，我想讲哇，又搁要收圣经无想到迄个主任行到台前总跳起来。各位同学，我甲恁讲，主任我读册的时，就是因为摕到这本圣经，今仔较会伫遮做主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荣光归互上帝当咱祈祷的时，上帝就改变。甲你隔壁来讲，当咱祈祷的时，上帝就改变。咱知影讲，这本圣经送互人爱钱无？送互人是毋免钱但是为工厂刻出来爱纳钱安尼印一本圣经，细本的圣经50块的费用像这大本的差不多100块的费用希望兄弟姊妹关心这个圣经印刷的经费咱会当1本、2本的奉献，嘛会当1箱、2箱的奉献嘛会当用信用卡做长期逐个月500块、1000块的安尼长期的支持的奉献。感谢上帝，伫1992年进前，对美国的总会一年拢摕900万来台湾印圣经咱的兄弟姊妹各奉献来送互咱台湾的百姓。1992年了后，咱真做自给自足的国家咱开始家己兄弟。基甸会的兄弟姊妹、教会的兄弟姊妹奉献的有够通咱家己运用到伫2002年咱真做国际的理事国
咱就是讲，咱家己印圣经有够以外，咱开始参与国际赠送圣经的活动安尼吼。像阵啊，逐年咱就将咱奉献的25%送去国际总会，伊就送去非洲这个偏僻的所在互因去送圣经安尼吼。到伫2020年，咱正做one for one的国家吼，就是伫台湾送一本圣经，咱伫国际上嘛赠送一本圣经出去吼，互这个福音的循环伫全世界开始吼。希望大家会当继续关心这个圣经印刷的费用。咱伫迄个传单顶悬嘛有 QR code， 你会当扫码就会当伫线顶就会当奉献吼。最后我们要请大家来甲阮做伙同工吼，做伙参与伫这个基甸会赠送圣经的活动内底吼。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兄弟，不管你即马有退休未吼，欢迎你来加入伫阮的行列内底。基甸会员拢是大职的侍奉啦吼，阮有家己的工课支持阮伫这个福音的工作顶悬的这个工作安尼吼。基甸会敢若有7个专职的同工伫台中的国际总会，因的薪水为对来，因的薪水为基甸会员一年3500兄弟吼，姊妹1000块，安尼收集来应用伫总会这行政的奉献顶悬啦吼。咱伫教会所收的每一角银，拢用伫圣经印刷的费用内底，这是一个真清楚、真特别的所在。希望你圣神有感动你，咱会会后的时，会当来甲阮接触，阮会甲伊搁做较清楚的说明。咱会当伫有限的人生内底来服侍这个永远的上帝吼，是咱极大的恩典。感谢上帝，这是我的全家福吼。我的太太抱的这个是我的细汉囝，伊甲伊的大哥差24岁吼。24岁半吼，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的恩典吼，这是上帝的恩典。过去我的太太生第2个了后，伊就讲伊收兵吼，工场停工无爱阁生吼。总是我的心内一直有一个愿望，若阁会当有一个第3个看偌好安尼吼。就安尼放伫我的心内，嘛捌甲上帝祈祷吼。但是时间愈来愈久吼，心内哪来哪毋敢想吼。一直甲阮两个拢无想的时吼，上帝较互阮即个恩典吼。感谢上帝。这嘛证明上帝创造的奥妙啦吼。这个工场吼，20档无营业，阁会当继续生产吼。咱知影讲，咱一台车若买倒来，你甲放伫遐3档无开吼，3档后就歹呀吼。但是上帝创造的人体是遮尔的奥妙吼。所以当我要再生这个囝的时，其实心内嘛是一个真大的压力啦吼。总是照着上帝的话，互咱讲爱安怎生养正济啦吼，爱生养正济吼。所以咱甲隔壁兄弟姊妹讲，为着耶稣，搁再加生一个。感谢上帝吼。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上帝伫我身躯顶美好的见证。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祝福互阮，拣选阮来到你的面前，得你的怜悯，得你的恩典。主啊，阮欢喜要感谢你，伫新的一年，你要继续带领阮众人，会当伫2022年来跟对你，继续跑走伫这条属天的道路。主，你要祝福阮，互阮有得胜的意念，互阮有丰盛的恩惠伫阮的内面，互阮的兄弟姊妹拢有得货财的能力，来为着你的国度来努力来奉献。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教会东门教会来分享你美好的恩惠，求你纪念这个教会将得救的人入去加添予这个教会。主啊，你知影这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就过去宣教师所设立以来，就不断地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主啊，愿你纪念阮众人伫这福音的书顶悬所献上的心力、时间、金钱照着你的话丰盛的应允，互阮得到今生得到百倍，伫来世得到永生。主啊，愿你的话成做阮生活的引带，
做阮人生的标准。愿向你献上感谢，搁伫你的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时阵，咱要踮伫遮来设立咱团契的机构首长，所以咱搁吟一摆570首的第一节。咧吟的过程中间，请要就任咱的首长、上好团契的会长、家庭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手经团的团长以及主教的校长来到伫台前，好无？上帝看见过照伴，帮助我，我做官来保护救灾，扶持我，世上危险那阵风可自比星球，但是辅助念你是黑暗棍照顾，敬保护。今仔日咱踮伫遮，要来举行团契的首长的就任。当然，因为过去一年踮伫疫情的影响，所以咱必须爱延长到今仔日，咱踮伫遮来举行首长的就任。所以要就任的时，嘛要请每一位咱的同工，请恁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当恁要领受这个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就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我这时要来宣告，请咱大家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东门北克力小会的权柄，设立恁要做本会的上好团契会长、家庭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手经团团长以及主日学校长，要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
请坐，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你是阮坚固的石盘，互阮踮伫看起来充满危机、充满变化的时代中间，你拣选阮甲你同工，为着要兴旺上帝你的福音。主，愿担将阮的同工摆列踮伫你的面前。踮伫遮有上好团契、家庭团契、妇女团契的会长，以及圣乐队队长、手政团团长、主持学校长。主，你竞选因，要成做上帝你的工人，互阮会当同齐踮伫新的一年中间，要继续经验上帝你的丰富。互阮踮伫服侍的过程，你加添阮有智慧、有勇气。踮伫每一个看起来改变的时，阮知，因为主你用你的光照阮，阮会当军队踮伫你的道路中间。主，愿你使用阮遮每一位同工，互因伫今年所做一切，毋但互主你的福音通得着兴旺，也祝福踮伫因逐人以及因亲人的心灵，拢通得着勇健。互阮踮伫服侍的过程，哪服侍哪甘甜，也得着上帝你大大的祝福甲带领。主，阮感谢你，阮将因仰望踮伫你的手中，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好，所以向后转一个，咱过一摆来介绍。对我倒边遮上好团契会长苏庆荣会长，过来家庭团契会长曾金山会长，过来圣歌队队长张泽英会长，手政团的团长王静文团长，妇女团契的会长陈玉娜会长，以及主持学的校长梁淑珍，请咱拍鼓啊鼓励。好，多谢，会当请回。咱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哦，请咱做伙来奉献吼，就是会当替基电会来奉献。请坐。
我简单来做几项教会事工的报告啊，请咱踮伫第二堂礼拜后的时阵，咱要伫社区发展中心来召开中执会，所以请咱的中执以及机构的首长做伙来参加。啊，今仔日咱嘛欢迎基电会，咱除了陈正燕弟兄以外，阁有咱的同工伫咱中间，所以请因做伙起立，咱拍鼓啊来欢迎因吼。好啊，等下踮伫礼拜煞，咱伫今仔日以及后礼拜，咱要进行迄个会计簿册的检查吼，所以请咱各团契甲机构会计人员会当准备来抵御这个事吼。啊，礼拜煞踮伫边仔，咱会当摕2022年的春联啊，所以请咱等下礼拜煞会当踮伫边仔来踮伫遮来摕。啊，后礼拜伫咱教会主会黄伯正兄弟甲陈新佩姊妹要伫后礼拜主日下晡3点半伫大礼拜堂来举行结婚礼拜，也请咱做伙关心，为着因来祈祷。好，毋知今仔日中间咱阁有其他新来兄弟姊妹无？好，若是无，咱踮伫礼拜后，咱会当彼此交谊，也彼此祝福。好，咱做伙来念所有遍的信息。敬诗我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留专守。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恁的心内，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